你好，我係心情行動慈善基金嘅輔導員阿 Sam。喺過去一段時間呢，我都做咗幾多輔導嘅工作。喺裏面呢，我發現都有幾多人呢係患有抑鬱症嘅。研究顯示呢，喺香港患有抑鬱症嘅人士呢有上升嘅趨勢。最唔開心嘅呢就係有更多嘅青少年患者呢個上升幅度就仲更加大。咁喺我哋如果真係患咗抑鬱症，要去睇醫生，要去食藥之外，究竟仲有啲乜嘢可以舒緩到抑鬱症患者嘅情緒嘅呢？喺英國有個醫學雜誌就講到，原來運動係可以舒緩抑鬱症患者嘅情緒嘅。其實方法好簡單，只要你喺一星期裏邊做3次或以上嘅運動，而每次運動係30分鐘或以上。運動嘅種類可以係行路啦，可以係跑步啦，可以係瑜伽啦，甚至乎力量訓練都得。總之，你做咗呢一啲嘅運動呢，就可以幫抑鬱症患者舒緩佢嘅情緒。喺香港，其實每個人都有情緒問題，包括你同我。做運動係好好嘅一個機會呢，等我哋去抒發我哋身心嘅抑壓呢，令到我哋情緒呢可以有啲釋放。咁所以希望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每個星期3次，每次30分鐘嘅運動，去舒緩佢哋嘅情緒。咁你今日做咗運動未啊？